6, 7, 8. That jazz.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老卡贸易有限公司的朋友，欢迎你们。那么坐在这里的是上海羊奶园倾情奉献的美菱羊奶。身穿绿色上衣的是来自林师傅鲜果园的朋友，欢迎。哇，这里是上海名牌宝鼎酿造的康乐醋，欢迎你们！各位现场的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百姓戏台。那么刚刚大家所看到的是由上海粤剧院的5位年轻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的亮丽的舞蹈。是啊，说到咱们上海粤剧院啊，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海粤剧院啊，一直以来都是戏剧界这个具有代表性的院团，而且呢，长期以来它是唯一的一个女子粤剧与男女合演并举的院团。对对对，上海粤剧院呢可以说是人才辈出，现已经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群体。是，像我们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像傅全香，范瑞娟。还有徐艺兰、王文娟等一大批艺术家，都是出自于上海粤剧院。除了这一些受人尊敬的老一辈艺术家之外呢，这个上海粤剧院啊，还涌现出很多年轻的演员，也是不容小觑。他们逐渐在这个舞台上绽放起自己夺目的光芒。那上海粤剧院也是为了这些年轻的演员搭建起一个更大的平台，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他们更好的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风采。今天来自于上海粤剧院的这5位年轻的演员，就要在百姓戏台的舞台上一展他们的风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一团的青年老旦演员朱阳。过年了，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阖家欢乐。然后呢，多支持我们青年演员，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戏，谢谢。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史彦斌。新年将至，我在这里祝贺大家阖家欢乐。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郭倩云。新年到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Happy New Year！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毛春梅，在这里，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愉快，笑口常开。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青年王牌花旦李旭丹。在2011年2月20日至22日，我们会给大家献出3台剧目，希望大家到一夫来观赏。希望我们的表演带给大家快乐，也希望你们平平安安2011年生活美满，幸福快乐。
欢迎朱阳来到我们的百姓戏台。我看着朱阳啊，感觉好像年纪特别小啊，我18岁，现在才18岁。那我知道你是08年的时候好像进了上海越剧院，对吗？对的。那这么算起来，当时才16岁啊。对，16周岁吧。对。其实我知道，像这个朱阳啊，虽然年纪小进了上海越剧院，但是这几年已经担任了很多的大戏当中的主要角色了。这个《红楼梦》，还有《碧玉簪》《白蛇传》。对，《白蛇传》完了，这次还排了一个何文秀。所以说也可见我们上海越剧院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么年轻的演员也委以重任，在大戏中挑大梁，这样你们才能够迅速的成长，将来好好的为了越剧事业更加的这个接上这个班，对不对？对。好，谢谢。那今天呢，朱阳也要为我们带来一段彩唱。对。什么选段？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段碧玉簪选段，手心手背都是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有请。归到东，西裤腿归的是红儿呼呼。西湖弄三百不离，一是常远佛祖要去湖上做，各种睡觉也是包啊，弄一两西湖最好接拉歌。怎么样？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年轻的演员们呢，不仅传统的越剧唱得好，歌曲、舞蹈方方面的才艺也都很出众。是，他们每个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别的才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朱阳带给我们的歌曲表演《你的眼神》。
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晴天地，我满心欢喜。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晴天地，我满心欢喜。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啊，有晴天地，我满心欢喜。哎，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也是我们的5位美丽的姑娘之一啊，郭倩云。说到郭倩云呢，其实经常看我们百姓戏台的观众一点儿都不会陌生，因为她很早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对不对？对的，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是07年，那时候是赵老师带我来的。赵志刚老师，对对对，那他带你来是表演吗？我是彩唱，唱了一段《想当初》，《红楼梦》的《想当初》。哎。其实我听说啊，这个郭倩云从事越剧事业真的是有天分，因为这个爸爸妈妈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是吗？对对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的爸爸妈妈呢都是绍剧演员。我的爸爸对绍剧哦，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武生，是唱猴戏的，他是六龄童老师的学生哦。然后我妈妈那这功夫不得了啊！对对对，然后我妈妈呢也是一个专业的小生。她也是小生。然后我06年参加过那个第1届的粤女争锋比赛，当时就是观众对我的印象都挺好的，因为我是最小的。年纪最小。当时我才14周岁。对的。14岁就站到粤女争锋的舞台上，那当时那个成绩怎么样呢？当时就进了上海的复赛，复赛之后，然后就被刷下来了。因为毕竟还刚开始学啊，还太年轻，也积累了一点比赛的经验。对，主要是积累比赛经验，得不得奖倒是无所谓。那么后来呢，我知道这个郭倩云啊，特别有这方面的天分，而且自己也很努力。通过你的这个执着的追求，成绩非常不错，参演了很多很多的大戏，对不对？还好了，也没有很多很多，因为就近前段时间排了一个赵芳版的《红楼梦》，然后现在又在排一个那个青年版的何文秀。何文秀，还有包括盘夫索夫等等，这些是折子戏，还有沙漠王子啊，还有盘妻索妻的。那今天肯定要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电视机前这么多的喜欢越剧的、喜欢你的观众过瘾，好不好？好，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段盘妻索妻中的洞房悄悄静悠悠。好，有请郭倩云。
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那日送走你后我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初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初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现在上场的这两位年轻靓丽的，同样也是来自咱们上海越剧院。这两位演员呢，形象非常的惹人喜爱哦，而且唱的也好，所以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二位带给我们的一个越剧的表演《西厢记》。像这样的好书，老爷瞧不许我读。今日我背地里偏要到太公上课。金
你取笑我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文案且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理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快成长，请我看看。好妹妹，见你看我是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什么书啊？嘿嘿，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碗也不想见你。喏，是香气，嘘，轻一点。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人啊，你就是那情歌情真的梦。富十八大，弄出在银子眼出来吊销，文章的娃儿欺负谁？我可要到句句跟前将你放。好妹妹，好妹妹，我病儿几时儿生去年？好妹妹，你千万要我有心欺负你，好，明朝娘我滴在这纸子里，让拉头女把我腾起掉。我以为一代是本，呸，原来是个你娘拉枪灯。现在站在我身边这两位啊，特别红，你看两个人啊，大家都很熟悉了，特别是我身边李旭丹啊，很多观众特别喜爱越剧的观众很喜欢你，因为参加过这个很多的选秀，包括很多的大戏。那记得这个白燕生老师，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曾经在他的博客当中还特别提到了李旭丹。我记得当时他博客中说啊，李旭丹从这个情感和性格上都是像极了林黛玉。你还记得当时他的评价吗？林黛玉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当时看了王文娟老师演的《红楼梦》，我就一下子就是很入迷了。我觉得她也是陪伴我成长的一个人物，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演绎她。啊，那你真的性格当中平时会有这种像林黛玉式的这种性格吗？元素在里面？我喜欢她的至情至性。那么这个李旭丹在参加了这个像《粤女争锋》啊，还有这么多的选秀之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吗？带给大家？我觉得每一次参加一个比赛以后，你就会
蜕变，然后成熟。这是带给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因为我每次会回看一些我的比赛啊，什么，我就觉得看着自己一步步在成长。在这个当中学习很多的东西。哎，那在边上的这个毛春梅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如何从这个杭州、浙江来到了上海越剧院呢？其实上海越剧院也是我从小就是梦寐以求的地方吧。我从小就名气很响，对不对？对，我从小就非常希望，我就觉得啊，我好喜欢越剧，好喜欢徐派，我就觉得啊，将来我要是能到上海越剧院去，有机会能拜访徐玉兰老师，我就好开心。就小时候从小就这么想。那后来真的是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真的是来到了这个艺术的殿堂，而且上海越剧院有那么多的老艺术家，那么多名家都可以亲自指点你们，是不是？是的。然后这次我又很幸运的能够跟李旭丹合作，能够也是等于说他能拉我一把吧。我很幸运，然后希望通过这次我有这个搭档的机会哈，能迅速的成熟起来。对，那我们的越剧事业可以真的后继有人，因为像之前有那么多的大师，他们都是搭档的非常愉快，而且那么多年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可以说是永远留在观众心中的一些唱段。希望你们也能够接上这个接力棒，继续努力在这个越剧事业上，好吗？谢谢。两位平时啊，这个都是妙龄姑娘，除了唱越剧之外，有什么样的特长爱好吗？我比较喜欢古典一点，可能平时在家喜欢看看书、弹弹琴，然后画画这样。真的是琴棋书画，真是个林黛玉啊。那这个毛春梅呢？我比较喜欢唱歌。好，那今天这样在我们的舞台上，除了唱越剧之外，能不能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特别的表演呢？那我们俩合作给大家带来一个他唱歌，我画画。太好了，这个真的是太完美的组合了，掌声有请，我们一起来欣赏。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神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望穿富贵？深长相随，长相随。梅花香自
苦寒来。那我们现在也正值冬季，我希望我们5个人能像梅花一样傲雪开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一团的青年老旦演员朱阳。过年了，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阖家欢乐。然后呢，多支持我们青年演员，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戏，谢谢。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史彦斌。新年将至，我在这里祝贺大家阖家欢乐。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郭倩云。新年到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Happy New Year！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毛春梅，在这里，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愉快，笑口常开。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青年王牌花旦李旭丹。在2011年2月20日至22日，我们会给大家献出3台剧目，希望大家到一铺来观赏。希望我们的表演带给大家快乐，也希望你们平平安安，2011年生活美满，幸福快乐。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是今天要上场的最后一位，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史彦斌。史彦斌呢，在粤剧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7年了。他是主攻京派的花旦。是。咱们来看看他这7年学的怎么样。接着呢，我们请他为我们带上粤剧彩唱《官人好比天》。
谢谢刚才呢史彦斌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金彩凤老师的《观人好比天上月》，真的非常的动听。而且现在我看到这个近距离看到你啊，真的很漂亮。那现在是彩凤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吗？当时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对于京派的戏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刚到越剧院的时候，老师给我排了一折《盘夫索夫》，非常的经典，所以我在从中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唱腔上的一些韵腔啊、咬字啊，或者一些轻音类的一些特别规范的动作。是他在动作方面就是说不提倡重复，每个动作都会有花样，所以我觉得学到真的不少。所以让你的这个表演也是日臻完美。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平时除了喜欢越剧之外，还有什么兴趣爱好或者特长吗？我从小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学习弹钢琴。弹钢琴学了几年了？学了大概，至今为止已经是13岁开始学的。就开始学挺琴了。那今天这样子好不好？借着我们百姓戏台的舞台，我们请史彦斌和乐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个弹琴的一个表演，好吗？好，掌声欢迎。观众朋友啊，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五朵新蕊当中，除了这个李旭丹呢是江苏人啊，是来自江苏，是上海引进的。另外我身边这4位啊都是来自浙江的，而且他们4位呢都是同班同学一起学戏。这4个我们镜头看一看，真的是一个赛一个，个个都是特别水灵。但是呢在这边啊，今天我们的百姓戏台很特别，因为要隆重推出这4位的老师，好不好？我们今天把你们的老师也请到我们节目现场，来，掌声欢迎2位老师上场，欢迎欢迎！你看，都特别的亲啊，这个学生跟老师之间好像有像母女一样的姐妹情深一样。来，我们问问这个2位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大家好，我叫于慧珍，是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主教老师，于老师。我是王连平，当时我是担任他们第1年的班主任啊，然后我在戏剧科担任科长，主要管他们的教学和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学生能不能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特点不一样嘛，对不对？我先点评史彦斌嘛，她从小是个乖乖女，刚进来的时候大概在我这里，现在长这么高了，你看2个小辫子呢支开来的，这样子的小辫子，到我的办公室来的，我记得很清楚，穿那个小的什么裙子，白的还是粉的？粉的啊，我还有点记忆。然后白白的，我让他唱了一段，还踢了踢，很好玩。他可能不记得了。当时还有个钱老师啊，慢慢长大，他史彦斌始终一个大家闺秀的感觉，非常的文静，落落大方，对，很大方。包括平时的做事处事，他都非常的认真。文化学习也很努力，他的作文好的，他的作文写得特别好。
因为每周我都让他们写日记，跟我交流。平常找他们谈话没有时间，对吧？然后我就让他们写日记跟我交流。我从他们日记当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笔。史延斌的随笔写的还是不错的啊，也很文气。老师对你评价很高哦。然后毛春梅呢，是非常善良。非常善良豪爽的一个人，就像他像徐派一样，嗓子特别好。所以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是不是跟戏的这个行当还有角色就会有一些关联？慢慢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对，潜移默化的。那么他也是很刻苦努力，应该说呢，他要比他们迟1年进校，晚进校1年，因为我们招生是30个学生，当时因为生源不是很好，留了大概10个生源。留到第2年招生的，第2年招就把他们的朱阳和毛春梅，其他还有现在有几个在小百花的也有。那么他们11年进，但是他们非常努力，这2位学生。这11年对学生来说比较不容易的，很重要。1年的基本功就不一样。对，其实他更努力哦。对，他们第1年像郭倩云他们已经会翻了，马顶啊、下腰啊、虎跳都会来了，但是他们还不会，他们要加倍、双倍的努力才能。换来赶得上这个，然后他们2个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专业也很不错。晚进1年反而也是很好，也很不错，所以他们都非常努力的学生。那么朱阳也是，很可爱、善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善良、诚实，做人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原则他们把握得非常好，然后很尊重老师。特别是于慧珍老师是他的主教老师关系非常好，像母女之间一样。于老师的生日他也会过来，他的生日于老师也会给他过。哎呦，他们师生关系非常好，对，但又没有超出这个师生关系。我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好，于老师会帮他解决很多困难。郭倩云呢，特别是聪明很明智。第1学年的我们学的都基础东西，他特别的亮。一出来，一考试的一出来就把我们的眼球给吸引，就很有艺术的灵感、灵气，舞台上的那种气有一种气场一样。他一出来精气神特别好。于老师说说好不好？他们4个孩子真的是很乖。我每次听到他们有点什么消息我都是很激动。比如这次冰冰到那个杭州去演出，他盘夫索夫请我们去看，真的是进步很大很大。老师在台下看的特别激动吧？真的是很激动，包括他的那个主教老师黄依林老师也去看了以后，他一直说史延斌太幸福了。那就是在上海越剧院马上就成长了，对，就太幸福了。所以这次听到说上海越剧院给他们搞这么一个栏目，我们跟黄老师说，真的他们是很幸运的。我们作为老师来说，我们也是为他们高兴。那现在这个学生们离开你们的这个翅膀了到了上海来了，在杭州有时候听到他们一些消息，或者有时候会不会特别想念自己的学生？有时候真的很会，有时候经常我跟黄老师在谈到，不过他们这几个孩子都很懂事，不管有什么事情，经常会打电话过来跟你们汇报对。好，所以以后如果在越剧舞台上有更大的成就的话，仍然不能忘了老师最初的教导，这是绝对不能忘的。对，好，谢谢2位老师，谢谢你们为我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人才，谢谢。今天的百姓戏台，我们让所有的朋友看到了年轻演员的另一面。是上海越剧院呢一直以培养全面的越剧人才为己任，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为年轻的演员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参与优秀剧目的演出。那接着呢，我们就请今天的5位美丽的花旦一起登台，集体为我们带来一首《真善美是3经》。真
今天和年轻演员在百星戏台这个舞台上交流沟通，感觉啊，有着别样的风采。是，今天5位年轻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祝愿你们未来在粤剧事业上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绽放自己。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会。